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一齊過嚟睇睇中山嘅紅地一品實景現樓，而且呢118方而家係12000蚊嘅單價，仲帶埋裝修添。咁唔使多講啦，跟住鏡頭一齊睇睇係點樣啦。新亞洲風格園林，榮獲中山地產景觀設計優秀獎，一步一景，低密市宜居，飯後散步、日常休閒都非常舒適。而且小區呢仲自帶4000平方嘅7星級皇家會所，呢度呢有全進口嘅健身器材。恒溫泳池、瑜伽室、兒童遊樂區一應俱全，健身、游水一站式滿足。我哋而家睇緊嘅係117.95方嘅3房2廳2衛爆款橫廳戶型。咁行入嚟就係客餐一體嘅大橫廳，大面寬、短進深，採光面直接拉滿，連接南向觀景陽台，通風視野採光一步到位。地面採用品牌防滑瓷磚，牆面係環保乳膠漆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㗎。廚房呢係腰圓佈局，操作動線流暢，品牌煙機、灶具、櫥櫃全部配齊。食因食台面防滲透易清潔，冰箱位都已經預留埋㗎啦。咁收樓就可以直接開火做飯㗎啦。休息區3個臥室，佈局合理，主臥套間設計，帶獨立衛生間同埋大飄窗。飄窗可以做休閒區，咁次臥空間寬敞，可以做兒童房啦、老人房啦，或者係書房。全屋臥室採用實木防地板，腳感舒適又溫馨。雙衛生間都係乾濕分離，淋浴區防滑地磚加擋水條，品牌5金鏡面收納櫃全部配齊，日常使用乾淨又方便。所見即所得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真正做到慳心慳力拎包入住。同樣一品低密賒宅，咁建面呢97到163平方，中央陷景高層。咁呢個樓盤距離深中通道出入口呢都係1.2公里嘅咋。咁深軌合一交通係非常之便利嘅。而家推出118平方嘅新品，大裝修係12000蚊起嘅實景現樓，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如果你對呢度有感興趣嘅話，歡迎過嚟實地睇睇啦。